頂咗起身，不過後邊有飛艾噶，就睇下有冇人先。大家中上下邊仲有打嘢，好嘅殺到呢一波捉得靚啊！仲可以閃電跟上去 Q 技能，紅巴符黐住飛艾，魚塔強殺佢，威啊！岩雀交咗長慢呢個位置，哎呀，意念失敗咗添，仲係有槍，唔得啊！呢個少少失誤啊 ，Kill 女槍 MF 開到個 bullet time， 正面救贖落咗嚟嘅狀態，保得唔錯。紅 Q 嘅岩雀翻轉頭，呢個牛頭選擇同對方互換，呢個岩突咗翻嚟，進後邊嘅傷害先灌死咗飛艾 ，AL 有機會收到3個人頭，2個人頭，仲喺度追，挖掘機 triple kill， 非常唔錯啊 ，Flanger，Apple Ace，AL 牛頭上嚟意念控制住。MF 嘅大絕俾人打斷咗，旁邊嘅陣亦都係追擊到呢個立蒂老師噶啦，再頂上去好靚啊，控到2個，後邊聲嘅時候可以收割，鱷魚都要走啦，收4個人頭，直接殺死比賽，恭喜 AL 讓1追2晉級到 S15全球總決賽8強。